係張嘉瑩，各位好啊！今日咧真係好開心啊，可以同到肥哥哥一齊擔任咧滅癌騙愛心報母恩宏大愛祝福大會嘅司儀啊！其實啊，嘉瑩啊，今日咧唔單止係我哋兩個㗎，今日咧其實咧我哋仲有一位咧非常之特別神秘嘅金牌司儀，佢咧遠道至咧就係由上海專程飛過嚟嘅，因為佢一知道咗我哋今日有呢個祝福大會咧，佢非常之有呢個善心，所以咧佢咧無私奉獻，即刻就飛到嚟呢度出席我哋呢一個大會，同我哋一齊主持。係啊，咁仲等咩啊？即刻請佢出嚟啦！好，大家俾啲掌聲。李道雄先生 ，Mr. Lee。Hello， 大家好。哇，好開心啊！現場嘅嘉賓，好多謝你哋嘅掌聲。嗱，我哋今日咧希望咧就大家一齊咧就可以合作，我哋就可以咧宣揚孝道，同埋咧一齊咧就係報答母恩。泰山功德會舉辦報母恩宏大愛祝福大會，好榮幸得到香港佛教聯合會鼎力支持。而家有請諸位大德法師為天下癌症病人祈願早日康愈，祝福社會和祥，人人健康，家庭幸福。泰山功德會咧推動嘅就係滅癌獻愛心嘅國際慈善工程咧嘅精神咧，就係無分政治鴻溝、無宗教隔閡、無階級分歧、無種族差別，最主要咧就係弘揚大愛、滅癌救人嘅。所以咧喺今日呢一個祝福大會裏邊呢，我哋希望係以大愛嘅精神、無私嘅奉獻，祝福咧世界人人身體健康、家庭美滿。喺過去嘅20幾年以嚟呢，泰山功德會係一直秉持住滅癌救人嘅精神，提供義診服務啦，同埋呢就係推動抗癌研究噶，咁致力呢係要幫助呢一個癌症病患者呢去踏上康復大道，咁而成績呢亦都係有目共睹嘅。冇錯啦，而今日滅癌獻愛心報母恩宏大愛祝福大會呢個盛會呢，係得到大家嘅支持，相信未來一定會有更強大嘅力量可以支持我哋去幫助好多有需要嘅人士㗎。好啦，咁我哋而家即刻有請咧大會主席曾鈺成太平紳士為我哋致歡迎詞，有請各位。父母對子女嘅關愛，子女對父母嘅孝心，係家庭和睦嘅基礎。父母嘅關愛遍及天下嘅子女，子女嘅孝心遍及天下嘅父母。呢個就係大愛，呢個係社會和諧、國泰民安，以至世界大同嘅保證。會長陳英傑先生就係一個報母恩宏大愛嘅榜樣。陳先生係一位受人尊敬嘅慈善家，佢見到佢嘅母親受到癌病嘅折磨，就令佢關心天下所有同癌病搏鬥嘅人，滅癌獻愛心作為佢嘅宗旨。20多年來，好多癌症嘅病人、癌症嘅康復者以及佢哋嘅親友，都喺泰山功德會嘅各項活動當中得到能量，得到勇氣去克服佢哋抗癌所遇到嘅各種困難。
所以請大家一齊支持泰山功德會嘅活動。繼續係有請我哋嘅嘉賓，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先生為大家致辭嘅。有請高局長。各位大家好，咁大家都知道咧，隨住香港嘅人口嘅年齡咧係即係老齡化，同埋亦都好多生活方式嗰方面嘅因素咧，係令到香港即係好似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咧，癌症嗰個病發率咧係不斷上升。既然係咁咧，我哋係好需要咧係我哋社會各界咧一齊同心，由預防着手。盡量咧透過健康嘅生活方式減低我哋癌症嘅病發率。推動滅癌救人嘅工作，乃泰山功德會真心力行嘅悲願，此志力行絕不空談。報母恩，宏大愛，人人行善，社會祥和，家家安康幸福。係有請泰山功德會滅癌獻愛心國際慈善基金會主席黃錢其濂太平紳士上台同大家講幾句説話嘅。大家好，唯有萬事從心出發，先至可以發揮良知同埋博愛，不分宗教，不分貧富，拉近彼此之間嘅隔膜，消除偏見，嚟滅癌獻愛心，把明天搞得更加好。所以本人謹此向各位一一致意，多謝你哋嘅支持，祝福你哋，亦都恭祝你哋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多謝。有請我哋全體嘅主禮嘉賓，同埋獻癌滅愛心嘅基金會信託人、總理團上台主持我哋嘅誓言同埋亮燈儀式咯。好啊，我哋咧即刻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太平紳士，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泰山功德會滅癌獻愛心國際慈善基金會主席黃錢其濂太平紳士，香港教師會郭文亮會長，立法會李慧瓊議員，香港佛教聯合會總務主任邵根長老，立法會謝偉俊議員，劉健儀太平紳士，鄺旭林教授，黃龍德太平紳士，趙曾學允太平紳士。咁而家呢，我哋就準備倒數噶啦喎，各位嘉賓啊，你哋一齊準備啦喎，開始3、2、1，亮燈儀式正式開始。好啦，跟住呢，我哋有請泰山功德會嘅秘書長羅維忠先生代表各位宣讀泰山功德會嘅宣言，有請。本會謹以至誠奉行滅癌救人、治病濟世嘅宗旨，誓志不渝，努力奮鬥，堅定一元不二嘅意志，團結十方愛心力量，擴大服務，深耕社區，弘揚國際，把滅癌救人、弘揚大愛嘅貫徹到底，希望能夠早日征服人類嘅公敵癌病。泰山功德會董事會暨全體同仁謹誓。Grace， 你知唔知我同泰山功德會咧有段好深厚嘅淵源㗎喎？係。嗱，喺20年前呢，泰山功德會嘅陳英嘅會長咧，佢係因為母親不幸患癌去世嘅，所以佢就發下咗宏願，因為佢係個孝子嚟嘅，就要進行呢個滅癌救人嘅工作。當時係1994年，我好深刻記得。當時我媽媽亦都患上咗癌症，咁啊，我好了解佢嘅心情，
因為我媽媽嘅病痛係需要人嘅安慰。咁阿陳會長呢就幫助我好大，佢介紹咗好多醫生，無論係中醫、西醫，同埋最緊要係心靈上嘅協助，令到我渡過嗰段難關。好多謝佢，所以我好願意今時今日將我自己呢20年來，無論我幾忙，我喺上海或者邊度主持工作，我一定要飛翻嚟香港，我要協助佢做呢一件咁有意義嘅搣癌獻愛心嘅工作。希望我可以做咗前面20年，我仲有機會再做20年，然之後將呢個火棒交俾你哋啲後生仔女。好啊，我哋一定會努力㗎。喺呢個時候呢，請大家呢靜落嚟啦，細心咁樣去欣賞以下我哋嘅呢一個表演啊。係由咧陳會長親自撰寫嘅呢一首詞啊，叫做咧母親你在何方，係陳會長咧嚟表達佢對媽媽嘅呢一份思念嘅情懷啊。咁咧就會由生命之光嘅歌舞導師啦戴繁華老師咧去朗誦出嚟㗎，而且咧係以二胡江河水咧作伴奏㗎。大地洒满银光，仰望圆月，思念的母亲啊，您在何方？昔日的时光细细想，含辛茹苦将儿养，谆谆的慈训不敢忘，修身行善是首相。一起告别世上慈容含笑，高挂灵堂。星云大师来赞香，为儿感动泪盈眶。夺母命悲儿康，挨磨为害是遭殃。多少妻离子散，多少家破人亡，悲剧令儿心伤。岂容害人病魔任意猖狂？分外亮，望月思母心惆怅。报母恩建亭泰山上，再把泰山功德会创。见证为儿志未丧，立誓灭癌救苦难。20多年来，矢志奋斗，勇闯荡。而今仰望高空明月亮，感叹呐，灭癌愿未尝。悲怀愤慨情难当，母亲啊，您在何方？泰山功德會咧，唔單止咧就係咧關懷所有嘅咧就係癌病嘅所有嘅病患者，佢哋咧更希望咧能夠為咗抗癌滅癌而盡力嘅。嗱，所以咧喺去年咧，陳會長咧係咧專登咧就係為咗取聖火滅癌魔而上泰山，更加咧就向天地宣誓，咁咧就係咧為咗征服癌症。決定咗咧，就係同佢嘅夫人咧捐出咗將來嘅遺體咧，係作為咧醫學嘅研究之用嘅。好，
咁我哋大家一齊分享下，睇佢當時感人嘅時刻啊！癌症係香港頭號殺手，近年嚟被確診新症嘅個案與日俱增，實在令人不寒而栗。從近年紀錄當中，香港登記死亡症嘅人數裏面，就有超過30%係死於癌症。今日可謂人人聞癌色變，社會上好多癌症嘅病人要慘受癌病嘅折磨，而為數唔少嘅患者當中，佢哋嘅生活都係過住無依可靠嘅日子，而且冇錢繳付龐大嘅醫療開支，因而延誤咗治療嘅良機。一個屹立香港超過22年，一直專注去服務癌症病苦者嘅慈善團體泰山功德會會長陳英傑先生，一直抱住齊將愛心獻，誓把癌魔滅嘅精神，努力奮鬥，以救治貧苦病眾為原則，支持醫學研究，冇政治鴻溝，亦冇宗教隔膜，冇階級差異。20幾年嚟，立足香港，團結兩岸，秉持弘揚大愛，推動滅癌救人嘅工作而不斷努力。今日泰山功德會已經成為咗癌症病人嘅大家庭。泰山功德會喺癌症患病者上做咗好多功夫，無論喺中醫中藥治療方面，無論喺康復方面，所以我呼籲大家可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癌症嘅病人呢，係必須要經過呢一個治療嘅過程嘅，但係我哋有唔少朋友呢，因為佢根本經濟上係有困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佢係好需要呢大家加以援手嘅，希望大家給予支持啦。泰山功德會號召各界發起滅癌獻愛心全民愛心大行動，匯聚全城愛心去關懷癌症患者，同時召集中港台癌症病人代表超過200人登上聖岳泰山取聖火。雖然當日要冒住0度低溫之下，寒風刺骨，風勢疾勁，而且出席登山嘅復康者裏面，唔少更加係已屆80高齡，但喺陳會長嘅激勵下，完全發揮出化悲為力嘅堅毅同埋勇氣。之後到達泰山嘅陀摩崖上面，喺風雲見證之下，莊嚴咁向天鳴鼓宣誓，以表報母恩滅癌魔嘅決心。並於同年母親節，佢決定同埋夫人，並聯同一眾會友喺將來離世後，共同捐出遺體俾醫學界，作為醫學研究同埋教學用途。陳英傑會長畢生為滅癌救人作出徹底奉獻，呢份孝道同埋無私大愛嘅精神，實在令人感動。今日泰山上嘅聖火已經傳遍我哋港九新界各區，將愛心之火凝聚到每個人嘅心裏面。施比受有福，多少無拘，一分有形嘅布施，萬分無形嘅功德。好啦 ，Grace 啊，其實咧喺呢個世界上面咧，真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愛。但係咧，我相信咧，真係冇一樣嘢咧係比得上咧，就係最無私、最偉大嘅母愛。
Grace 啊，你知唔知啊？其實咧，癌病咧係奪走咗啦好多咧無數嘅寶貴嘅生命嘅，係癌病嘅病人咧係受到呢個咧癌魔嘅威脅，身心咧都受到咧係好沉重嘅打擊。嗱，泰山功德會咧一向咧都係致力於咧就係關懷我哋嘅癌病嘅病人啦，係令到佢哋咧可以走出呢一個嘅困境咧，係覺得咧係唔需要咧孤身作戰嘅。係啊，嗱，跟住落嚟呢，我哋會有泰山功德會嘅一班病友呢，為我哋唱出癌症病人的心聲㗎。嗱，主唱呢就係阿廖月英女士嘅，咁佢呢就係身患住呢個咧腸癌嘅晚期，佢經歷咗一個大手術，已經咧將好多身上嘅器官呢係切除咗㗎啦。但係呢，佢同死神搏鬥之後呢，仍然都係掙扎咗過嚟。嗱，佢以親身嘅經歷同感受呢，係唱俾大家聽㗎噃。係啦，咁我哋而家呢，有請就係廖女士啦、崔巨芬先生同埋佢嘅一班病友㗎，有請。秋月難照太平山獅子亭上，靜覽夜景，想起親人更悲傷。醫生斷症冇希望，手術化療淺花光，病體瘦弱苦難當。最悲哀嘅係家中雙親幼兒待撫養，思親念友更凄涼。望月輕嘆淚盈眶，奈何生死無常。醒覺化悲為力量，祝願人人安康。大家行善救苦難，慈悲為懷，幫助貧病功德長。今夜浪静，想起情人更悲伤，一生诊断没希望，手术花了钱花光，遍体疲累苦难当。最是悲哀是家有双亲，有儿代抚养，思亲年幼更凄凉，望月一趟泪盈眶，奈何生死无常。泰山功德會係癌症病人嘅大家庭，台上每一位都曾經親歷病魔嘅折磨，身心痛苦嘅凄涼處境。決心化悲為力量，祝願人人安康，大家心善救苦難，慈悲為懷，幫助貧病功德長。今宵夜纯净望月亮，心中悲凄凉，
慷慨人生无常，决心化悲为力量，忘却个人悲伤，但求大弘扬，人人多欣赏，世界和谐人安康。悲憫疾苦，行善好施者，心胸豁達，必有福報。我哋成日咧都聽到話施比受更有福啊！咁其實咧人與人之間咧，如果係懂得關懷同埋咧懂得去感恩嘅話咧，更加係一種福分嚟㗎。我哋即刻咧去欣賞下感恩是福啊！嗱，感恩是福咧就由陳會長咧親自填詞，由洪佑峰老師嚟譜曲㗎噃。Grace 嗱，頭先嘅歌詞裏邊咧有講到，就係苦海無邊心作路，感恩奉獻更係福。其實咧呢一首歌咧真係唱得非常非常之好，因為咧成首歌咧都充滿住咧一種人生灑脱嘅境界，感激感恩嘅奉獻咧就係福分，實在咧真係非常之激勵人心。係啊，嗱，好歌唔怕唱啊嘛！嗱，依家咧我哋咧就用感恩是福嘅音樂咧作伴奏啦，請阿 Mr. Lee 咧同埋陳會長咧到台上啊，一齊帶領大家咧去表演呢一個宏大愛嘅手語。好，麻煩你 Mr. Lee。咁我哋不如大家現場嘅所有朋友同埋我後面嘅一齊，你哋唱歌，我哋一齊做手勢好嗎？大家一齊嚟試一試。好，1、2、3 ，music。真誠嘅愛弘揚出去，形成社會嘅大愛，樂施行善，救疾苦。好，我哋再嚟多次好嗎？一齊現場嘅朋友，我哋嚟。好，我哋繼續開始，以真誠嘅愛弘揚出去。